各位老友記，講起沙漠，你係咪以為只有黃沙漫漫呢？有400幾個湖嘅騰格里沙漠，你想唔想睇下呢？今次同大家坐4驅越野車穿越沙漠睇地球之心，我哋深入騰格里腹地，親身體驗下沙漠版嘅速度與激情。當地球之心烏蘭湖隨住季節變色，大自然嘅奇蹟震撼人心。五湖連川，酣暢淋漓，翻越一個個沙丘。我哋特別安排咗無人機航拍，留低最難忘嘅回憶。雪後嘅山坡頭，展現沙漠雪原嘅風采，好似水墨畫咁靚。黃河喺呢度仲有流靈奇觀嘅加持，千里冰封，萬里雪飄，冰凌流轉，一眼萬年。600幾年歷史，高廟重樓疊閣，佛道與山教合一。呢啲飛檐斗拱，建築雄偉，帶你去睇，仲有大把藝術細節。沙漠中出現嘅金字塔，呢度唔係埃及，係賀蘭山下。最神秘嘅西夏王朝傳世200年，無數嘅未解之謎等你發掘。隨手一拍都係孤獨星球嘅封面。講到食，非遺盛宴9碗13花，唔好睇到眼花花，即刻流晒口水花。涮牛肉嘅羊呢呢，我哋特別安排寧夏嘅灘羊，肉質嫩滑，冇臊味，仲係任食㗎。嚟到寧夏，梗係要浸個溫泉啦，浸完個9幾錢，瞓覺都好啲。想親身體驗下，快啲聯繫我哋報名啦！4位一齊，每人即刻減300蚊。